大家好，呢度係一鏡自由旅居生活。如果鍾意我呢條片，請記得留言、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。今日係喺西昌島嘅第二日，主要帶大家周圍行下，睇下風景。如果唔記得之前一集嘅內容，可以翻睇翻，記得要睇到尾啊！眼前見到嘅度假酒店就喺我入住嘅酒店附近。最大嘅特色就係呢度一間間都係獨立屋，色彩非常豐富搶眼。每間屋互相分開，私人空間充足，充滿海島度假嘅氣氛。一路行出沙灘，主道路兩邊都有唔少食肆。海灘側邊仲有一間度假酒店。呢度沿海岸嘅獨立屋係用木樁墊高興建嘅，唔直接接觸地面。海邊住宿多數都係呢種設計。嚟到海岸邊，而家啱啱退潮啊！海灘周圍都係礁石，望下周圍啲欄杆，呢度都有啲年代久遠啦，可能係對海嘅關係啦。啲鐵欄啊都有少少生鏽。呢個度假村範圍都幾大下。有好多一座一座嘅建築，裏面都係一啲餐廳啊、咖啡廳啊，唔知屬唔屬於呢個度假村嘅呢？行去隔離另外一間度假酒店，呢度都係可以直接行出去海岸線欣賞海景。沿路行返出去，隔離就係我今日去嘅第一站
魚類博物館，開放時間一般係早上嘅9點至下午嘅5點。不過我嚟嘅時間咁啱係食飯時間，場館暫停開放，唯有喺外邊睇下，行個圈。呢度有啲鯨魚骨架嘅展覽。去另一個目的地，途經呢個朱拉隆功海洋研究中心。呢度主要係進行呢個海洋科研嘅，一般遊客都好少特登嚟呢度。一路行去我第二個目的地鹹灘沙灘，對比芭提雅、象島呢啲熱門地點，西昌島真係清靜得多。順便同大家講下，島上面冇乜大型嘅豪華酒店，大多數都係一啲普通嘅度假村，冇乜特別嘅設施，而且係比較舊，但係勝在打掃得好乾淨企理。島上面嘅住宿咧，多數都係喺海邊或者喺半山腰。如果想出入方便咧，揀海灘邊會係比較舒服啲。大部分咧呢個酒店都係有呢個接送安排嘅，但係你要事先同酒店職員講清楚。如果唔中意人山人海嘅朋友，呢度係好適合靜休。唔知大家去旅行係中意熱鬧啊，定係好似呢啲咁嘅寧靜小島呢？行咗差不多1個鐘，終於都嚟到海灘。先揾個位坐低休息下，順便食啲嘢。呢度有泰餐提供，當然味道就比較普通啦，但係勝在有一個一望無際嘅海景。如果中意玩水上活動，呢度係島上面唯一一個地方係有水上活動玩。食飽休息咗一陣，行去旁邊嘅觀景台，靜靜咁樣睇下個海，感受下海島嘅悠閒氣氛。今日遊客唔算太多，外國人都係得2、3個，大部分都係本地嘅泰國遊客。再行前啲有個觀景嘅艇，比較高少少。如果想俯瞰呢個海灘嘅話，可以選擇喺呢個艇度睇。欣賞完海景，準備行去下一個站塔魯石洞。順便分享一下，行去各個景點會有唔少嘅斜坡，一路行都會幾攰。如果唔想太攰，可以包一架嘟嘟車去玩，行程會輕鬆好多。亦都可以去多幾個景點。一般一日都足夠環島一圈。好似我咁，
淨係靠行，好多地方都唔夠時間去，唯有等下一次有機會再嚟過。大家出遊會唔會預留時間漫無目的咁樣周圍逛呢？終於嚟到呢個岩洞附近嘅入口，門口停咗好多電單車同埋嘟嘟車，側邊有幾個小攤販賣飲品嘅。如果冇帶水，可以喺呢度買。終於入到嚟呢個岩洞啦！提醒大家落呢個岩洞要好小心，因為貫穿呢個岩洞嘅棧道係由竹同埋木搭建而成。因為近海嘅原因，好多位置都已經有啲破損。如果唔小心，好似我咁着住波鞋都跣咗2次，鞋都濕晒，可想而知條路有幾滑。記得千祈唔好着拖鞋落去，最好準備一對涉水鞋，安全性會高好多。岩洞入邊凹凸不平，岩石嘅形態亦都千奇百怪。好多泰國遊客喺啲經典位置打卡影相，行到石洞嘅觀景位置，透過岩石天然形成嘅巨大石框向外望，一個遼闊嘅暹羅灣直接收入眼底，海面同天際線融為一體。海水隨住光線呈現深淺唔同嘅藍色，海風吹入洞口，視野相當震撼。呢個亦係塔魯石洞最出名嘅畫面。
其實喺呢個岩洞外面嘅風景都非常之靚，就好似一幅風景畫一樣。呢個景點雖然好靚，但我唔建議大家喺雨季過嚟。一來陽光不足，影相唔靚啦；其次就係呢啲天然石洞濕滑嘅環境係比較危險。離開岩洞，沿路向上行，去最後一站嘅岩洞寺院。寺院旁邊有一間氣氛好寧靜嘅度假村。沿住斜路一路向上行，好多網上資料都話呢間係尼姑寺院。但我入去淨係見到有和尚喺度修行，門口有好多金佛，四圍都係俾叢林包圍。呢度遊客好少，環境好清靜。
今日西昌島嘅行程又告一段落啦，有少少後悔唔多留2日，因為好似我咁用腳行的話，留多2日可以睇埋其他景點。如果鍾意我呢條片，記得留言、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